进前在中央航空空服人员破病上班煞不幸过往，是引起各界的关心。即马是有病院的工会呢，也来表达因的诉求。因是讲伫咧病院上班的时阵，这请假嘛会受到不利的对待，互主管甲威胁，致使大家呢是唔敢来请假，就算破病嘛共款照常去上班。所以呼吁政府就爱互劳工有健康的上班环境。请假惩处泛滥成灾。 请假惩处泛滥成灾，有毒职场残害社会，有毒职场残害社会。中央空服员破病，佮继续上班不幸过往的代志引起外界讨论。工会团体拜四到立法院外口开记者会，因表示，毋但空服员也有真济劳工拢有请假互刁难的困境。 台大病院工会表示，医护人员因为照顾流感病人，嘛会去为着流感，发烧人无爽快，想要请假，也毋过主管的要求退休就进来上班。另外，也有人请生理假，嘛会受到主管的威胁。医疗人员长期在高压、高责任、低休息的环境下工作，却连生病请假都需要勇气。这样子的制度已经让照顾者失去被照顾的权利。 我们今天大家集结在这里，团结在这里，不是要与谁对立，而是希望制度能够真正被改变、被看见。台北营总工会的理事长嘛讲，伊家己台北因为外伤请假11天，迄个月就封扣奖金，迄年的考绩嘛因为请假请伤济，互人拍1点。工会呼吁请假无应该含奖金，而将分数绑做伙。不管是在空服业或是在医疗业，我们的同仁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在制度上面，他就会明确的。 要遏止你，会有很多不当的对待。那第二个，在人力的调度上，他又会把这个人力的成本或者是人力的营运的压力，招呼压力就回推到你员工身上。 工会团体嘛提出4项诉求，要求请假无应该受到不利对待，因呼吁劳动部、卫福部清点病院的请假制度，强化劳工请假的权益。嘛希望立法院修正相关的请假规则，希望政府会当甲劳工请假的健康权放入去健康台湾的环境内底，就爱有健康的工作环境，才会有健康的台湾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慧玲台北报道。